佛光山南台北医佛光 M 美术馆热烈滚滚，基本界贵宾拢到场，也有人送着礼物，祝贺王国和老师的水墨画展展出成功。要深入生活，要非常仔细观察，仔细观察以后呢，才能够有所体悟，把好的东西、好的状况、情境，把它诗情化，用我们中国画的笔墨技巧，把它升华成好的境界，把它表达出来。今年好用台南400，王国和老师再来一把台南古城回忆的作品，其中川流不息画中的落水溪是台湾的母亲之河，长桥卧坡的曾文溪是台南的母亲之河，孔庙圣域是全台首下孔庙，特别将这300放做伙，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是以文化为基础。那王老师也是多年作品没有如此盛大的一个对外公开来做展出，所以这一次的作品都是他这几年来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创作。那在题材的选择上，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。那跟台湾这一块土地，跟台湾的这些所谓的风景名胜山川水景，其实都有密切非常的关系。王国和老师的这个画展，相信一定不会让你一定是不虚此行的，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。从老师画里面，会让你看到很多的感动。王国和第2次水墨创作，作品大部分拢以山水为主，具有乡土情怀，得到侪侪奖项肯定。看到台南400回故乡办展，非常难得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